大學成功畢業 GPA。各位觀眾大家好，我係 Williams 啊。咁我哋今日咧繼續玩呢個香港人生模擬器啊。咁咧今日咧呢一集就係最後一集啦。咁由18到25歲，我哋 Let's go。上集回顧先啦，咁就有 KK 園嘅電話啦，咁就 cut 咗線嘅，因為我知道警察係從來唔會 call 我啦。然之後咧，我哋 DSE 嘅 MC 咧就答啱晒，而家加8分。我哋就開始入大學啦。我哋去行動呢一度，點解冇有3點行動力嘅？我哋見到讀書狀態完全崩潰，咁就唔得啦。咁就要咧學習啦，習拉把。咩叫習拉把？其實有冇觀眾可以話俾我聽？下面 comment 啦。我哋喺圖書館，之後浸翻2點，我哋去健康，之後跑步。我哋咧應該要搞好翻啲人際關係嘅同學。人際關係都唔錯啊，疏遠啫。我哋同唐美玲傾下偈先啦。呢年咧就完咗啦。DSE 狀元啊，大學 O-Camp 迎新營啊，咁我哋唔去啊。記錄呢邊19歲零收入啦，U1 GPA 2.17，非常之低嘅。你選擇咗留喺屋企用時間 pre 開學功課 Smart 加5，但社交氣點低，我哋唔緊要，我哋讀書嘅啫。社交呢啲唔需要。行動，我哋唔使搵工啊，因為我哋淨資產都至少有17萬，我哋可以讀完大學再搵工。OK， 我哋最重要嘅 boost GPA， 依家 GPA 2.7係非常之差，第3級嘅啫，2次咁就，依家53%有啲壓力，咁我哋咧就要去娛樂，去放鬆下個心情啦。我哋去日本5日，之後我哋同朋友咧去建立翻個關係，同朋友聚會。仲有一點啦，我哋唔做運動啦，今年我哋約伴侶拍拖，邊有伴侶啫？所以我哋就特殊交友 app 蘭桂坊夜蒲，我哋開始 swipe 生成3個，但係咧佢有呢個注意嘅係有20% 機率係會遇到騙徒嘅。我哋去蘭桂坊，我哋去蘭桂坊啦，好冇？然之後我哋開支3000蚊嘅 champagne，face 等於100，無高顏值伴侶，全場矚目，邊個走埋嚟？我哋翻去睇下先。關係朋友蔡曉文啊，22歲，哇，22歲啲大喎，大佬差3年，但係 OK 嘅，爭3年 OK 嘅，爭超過5年咧，其實就唔 OK 嘅。我哋同佢一齊傾下偈先啦，相處下，冇晒 AP。到20歲，我哋關係又同我哋嘅朋友傾下偈啦。OK， 去到你行動，咁當然繼續溫書啊。雖然仲有2年就畢業，然之後咧我哋就娛樂唱 K， 然之後咧都要做下啲運動嘅，去 gym room 搞掂。睇翻我哋嘅記錄啦，20歲 Year 2咧，GPA 就係2.81，咁就累計啊，就係都係第3級。咁咧我哋要加1 year 啦。Oh my god， GPA 2.79，累計2.59，lower second， 即係2嘅低少少啦。我哋去關係同佢傾下偈啦，傾咗我哋將來喎。Oh my god， 咁係要拍拖。行動，我哋繼續溫書，今次我哋溫2次咁樣。之後我哋娛樂，我哋去戲院睇戲啊。然之後我哋去考個車牌啊，考車牌有個技能可以揸下車遊車河。Oh my god， 都有考試嘅喎。喺紅燈亮起時，你應該點做？加速衝過去，響安喇叭，轉咗避開。咁我當然係停車等候啦。啲答案咧好有趣。答啱，香港一般嘅快速公路嘅法定最高時速係幾多？不包括大嶼山公路啊。以我印象咧係100嘅，即係唔可以超過100咯。見到 stop 嘅交通標誌，你應該點做？慢駛通過，完全停車，觀察路面安全先開車。又係撳喇叭。喂，呢個好真實喎，睇下有冇警察先決定。咁啊，正確答案當然係完全停車，路面觀察路面嘅情況先至開車啦。我哋冇晒 AP 啦。大學成功畢業 GPA 2.70，
冇得 first on 畢業，開始職業生涯。我哋睇下有咩工可以揀先。目前咧，我就可以揀見嘅工咧，文書助理，又有公關、Big 4嘅核數師，服務業咧就有好多啦。咁藍領技工咧都有嘅，自僱 IG 啊、私人補習都有嘅。咁我哋咧就當然去啲企業啦，去 Big 4核數師見工，公司德勤起薪24萬一年啊，2萬蚊一個月啊，去面試。哇哦！公司要 cut budget，但係保持業績作為管理層嘅，你會點做呢？其實如果係本身係我嘅話咧，我會同我講下激勵大會，叫員工共度時期，即係唔會裁員咯，因為裁員太冇人性咯。但係我識嘅現實就係咁嘅，咁我哋揀98呢一個面試成功，面試工大真想咩啊？成功，OK，成功有年宵擺攤，2月30我哋包個擺攤位賣氣球，搏一晚賺快錢，梗係賺錢啦，大佬！我哋依家 bank 原來負錢喎，大佬！呢啲大鑊，咁我哋咧就要去資產，冇計啦，要出售啦。翻到嚟啦，我哋依家就係 Big 4嘅核數師啦。咁就首先咧，最緊要咧就係要減一減壓力，唔好俾自己咁大壓力。咁就需要去娛樂下我哋主題樂園啦。之後我哋去關係，我哋試下啦，試下去表白，有冇得表白？調情我覺得試下調情啦。仲有3點嘅 action point，太大壓力啦，咁就我哋繼續娛樂，我哋試下約伴去拍拖。OK，個 stress 降翻落嚟，咁我哋咧都要去一去健康啦，睇中醫調理身體，再去行山。OK，我哋睇翻記錄回顧呢一年啦，完成畢業啦，22歲去使15000蚊啦，然之後加入咗呢個 Big 4核數師啦，年宵擺攤賺咗3000蚊，攰到趴街嘅。去咗主題樂園，有伴侶拍拖，同埋睇中醫啊。佢23歲。OK，政府咧嗰啲學生貸款已經還清晒啦。工作壓力加10，我哋加人工喎，升職加人工幾好。但係 stress 就加15，health 減8，收入19000，支出67000蚊，OK 嘅，唔錯嘅。行動依家有19000啦，去澳門1日遊啦，咁就1000蚊啫。減輕咗壓力啦，然之後我哋關係睇下可唔可以約佢出嚟做伴侶啦，咁樣表白。Oh my god！嗱，依家嚟表白啦，接受咗個表白啊，然之後當然啦，就係要送禮物俾佢啦，咁啊送啲花俾佢啦，表示感謝喎。好啦，就翻最後一點，我哋咧就係要跑步啦，當然係。親密關係喎，蔡曉文希望你哋更進一步，同意。睇翻記錄呢邊呢，就多咗1歲啦。年終獎哇10000蚊，之後我哋升職由初級去到高級，年薪由29萬升到去36萬。你同蔡曉文一齊嘅時光好開心，happiness 加10，stress 減8。Big 4年度升職加薪，薪金升至44萬。1年代價係 stress 加10，health 減8，年終獎1萬，24歲23萬，支出5萬。睇下關係先，伴侶咁樣當然繼續相處啊。之後嚟到行動啦，咁我就想考過呢一個會計師牌，即係考 CPA、CFA 個專業牌照，但係要使3萬蚊，但係我依家有38萬，可以嘅。考完啦，但係咧壓力過大啊，娛樂邊啲係減壓力減得多啲呢？咁就去主題樂園玩啦。我哋到25歲呢個親密關係同意。銀行騙案啦，匯豐銀行來電啦，你account被封鎖，請提供 password 驗證，咁啊 cut 線啦，當然打翻俾真正嘅銀行。我哋睇翻記錄啊，confirm 個銀行咧係冇 call 過你嘅。最後1年啦，玩到25歲嘅啫，最後1年我哋就去歐遊，之後再同伴侶拍拖啦，當然睇下 concert 咯，未睇過 concert。我哋回顧翻呢19年啦，咁又有去過好多地方啦，有做過好多嘢啦。咁 DSE 33分，年薪咧都有60萬。雖然關係咧就處理得唔係咁恰當啦，咁啊呢個就係
人啊，你需要得到一啲嘢，就自然就要放棄一啲嘢啦。同事咧就識咗梁智恩同事8年啦，當然佢係一個電工啊。同學咧就非常惡劣，完全係冇同學嘅。咁啊，當然啦，好多人中學、特啊甚至大學畢業出到嚟啦，就會即係唔講大學，中學畢業出到嚟咧，讀大學咧就會好少聯絡啦。Demo 結束，你已經玩到25歲，大學畢業，首份工，初嘗職場嘅人生，完整版仲有拍拖到結婚、生仔養仔、買樓上車、升職發達、移民定居、進修 MBA、退休養老、死亡結局、50加成就、家族成全啊！好啦，咁 demo 就玩完啦。咁如果中意我呢個系列嘅話，又記得俾翻個 like 同埋 comment，有 share 出去俾你嘅朋友，話俾佢哋聽，原來有呢隻 game 嘅存在。咁呢隻 game 嗰條 link 咧，我會擺喺個 description box 嗰度嘅。咁大家有興趣嘅就撳入去玩下啦。咁我哋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